续来看，警政署长陈家钦向上申请退休，外界有真侪猜测，讲可能是政治的势力介入到警界高层的人士。陈家钦认为违反到警界的伦理，无愿意来屈服，最后才不得不提前来退休。那呢，后一任的警政署长会是谁呢？共有3个人的呼声上悬，高雄市的警察局长黄明昭。台北市的警察局长杨元明，台南市的警察局长彭永玲。有人说你们跟部长之间的沟通，那个不为评论，没有这回事。警政署长陈家钦面对媒体的问，伊无承认甲内政部长徐国勇袂合，因为两人之间关系互动，一直是外界关心的焦点。警政署长陈家钦任期未满5年啊，向提早退休，外界的又讲，甲警界高层的人事调动有关系。有可能是政治上的干预，造成现任的警政署长陈家钦用人空间被限缩了，因此造成他萌生对峙。大唱不如归去。依照边面媒体报道，怀疑是政治介入警界高层的人士，或者个警政署长陈家钦认为违反警界伦理，伊无想要屈服，只好提早退休。内外交迫之下，一些政治力量的介入，顺利的推出他心目中的理想的人选。进前，徐国勇甲陈家钦嘛捌为了人事权的问题，伫遐敲袂平，后来敢若是政府高层出面协调，才暂时告一段落。即马如果敢若是因为政治的介入影响人事，和警政署长陈家钦不得不提早退休，那呢后一任的警政署长会是什么人？这几天的传闻呢，那排名第一的当然是现任高雄市警察局局长黄明昭。高雄市警察局长黄明昭因为真资深，是一个热门的人选。还有台北市警察局长杨元明，嘛是真有可能的人选。过来是警察大学校长陈德文，不过伊甲这陈家钦同期，明年就要退休啊。讲起来较无可能，不过还有一个人嘛真有可能，就是台南市的警察局长彭永玲。到底是什么人会接这个警政署长的重责大任？这是外界真关心的话题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